这边，哎呦喂啊！夺魂锯，这恐怖的呢。垂坠感啊！因为刚刚咱两个在做代志，甲伊拢无。对啊，应该是用来想说，买这座等于我在做这做代志，重点是互女朋友欢喜，讲互爸爸妈妈阿嬷嘛欢喜。真正我唔知影即摆爱心笔样讲安尼呢。这不是心比啦！哎呦，会使，安尼有画面。哎，你的头会露出来哦。要给，无可能吧？啊，你我不要去，用这。坐咧外面的时阵，敢若是真正要去面试呢，有足紧张的感觉。啊，我家己佫开始敢若咧流唱歌，啊，我嘛唔知紧张啥。拜六暗时9点，公司台语台广告 start。